鮑參翅肚加埋潮州菜、河南菜，任食放題。鮑魚海參超足料金湯佛跳牆，軟滑彈牙南非四頭乾鮑，要用刀叉食先夠儀式感。70幾款唔同種類嘅配菜任你食，炒爆殼、豆醬煮黃花魚、潮汕生醃。睇片之前，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叫做 K 貨加南。由深圳地鐵1號線或者10號線去到江夏站 D 出口，出站之後呢，跟住我畫面嘅指示直行2分鐘呢，就到目的地噶啦。即係呢個地方呢，無論由羅湖口岸出發啦，或者福田口岸出發都係非常之方便。兆邦基金融大廈，我哋坐低層嘅電梯上到去3樓，一出 lift 咧就到噶啦。今日嘅目的地就係長記金鮑堂啊！我嚟嘅時候咧，啱啱做緊26嘅週年慶。長記金鮑堂咧，無論喺北京啦、鄭州或者深圳咧，都係非常之出名嘅餐廳。主要咧就係佢嘅鮑參翅肚出名啊，全部都係用靚嘅材料同埋煮得好食。同埋呢間餐廳係比較特別嘅，佢形式呢係唔同你平時去酒樓呢就咁嗌一啲鮑參翅肚食咁簡單咁老土㗎。你係細估唔到呢，佢其實係有一啲潮汕放題食嘅，而且呢度大部分90%以上呢都係坐包房。咁我而家影一啲大大細細嘅包房俾大家睇下啦。除咗靚到不得了之餘呢，每間房都係有一個管家房啦，有洗手間啦，而且係有一個管家全程為你去服務。咁喺呢度呢，如果你2個人以上呢，其實已經有包房坐噶啦，有一啲細間少少嘅包房啦。如果你真係想坐出邊呢，就係大廳嘅位置啦。而家畫面影俾你睇，咁可能就係夜晚忙嘅時候啦，或者一啲特別平嘅特價套餐啦，咁就係坐大廳嘅位置。我而家影俾大家睇呢，就係一個生日慶祝嘅佈置房間。喺你預約嘅時候，同店員講返啦，佢會幫你預備長壽麵啦，同埋一個生日嘅佈置。個長壽麵都幾得意㗎，係有對聯呢，有字嘅，寫住大吉大利、笑口常開、生日快樂咁樣嘅。好啦，講下呢度嘅玩法啦。除咗都有啲固定價錢嘅套餐之外呢，另外呢就係有啲放題啊嘛。頭先講就係一個買主菜送配菜嘅玩法。而家菜單上邊呢，藍色標題嗰啲呢都係任你食嘅，潮汕菜、河南菜任食。而紅色字嘅呢，就係一啲刺身啊、海鮮之類呢，你都可以叫，但係嗰啲就另外俾錢啦。例如就係嗰啲帝王蟹啊、青龍刺身啊、焗青龍啊、象拔蚌刺身呢一啲啦，當然要另外加錢。但係唔使加錢嗰度呢，已經有70幾款，食到你驚啊！其實1年之前呢，我都介紹過長記金鮑堂。咁我當時呢點嘅餐就係一個南非乾鮑，嗰個餐就係500零蚊啦，就係一個南非乾鮑刀叉食。然之後呢，就成台嘅潮汕河南菜呢任嗌嘅。咁我今日嚟得呢，一定係有好嘢先至會再拍多次嘅。26週年呢，做緊啲好優惠嘅活動啦，有一啲係299蚊一位，有一啲係399蚊一位就有啦。咁首先講呢，我今日推介嘅呢就係399一位，係寫個金湯佛跳牆，就係畫面呢一個，好鬼誇張啊！即係佢嗰個海參係好大條啦，有呢個 size 咧，起碼都要200蚊一位噶啦。平時喺出邊深圳嘅酒樓，另外再加埋鮑魚啊、魚翅啊，佢嗰啲魚翅真係堅魚翅嚟嘅。而299嗰個呢，就係食燕翅包啊，除咗主菜之外呢，其他嘅配菜全部都係一樣嘅。咁呢度無論鮑魚啊、魚翅、花膠啊、遼參啊、燕窩啊嗰啲，全部你諗到名貴菜式呢，佢都有。咁啊睇返你自己想食乜嘢主菜啦。而且呢度係冇限時俾你食㗎，咁當然啦，佢晏晝係有落場時間嘅，佢落場之前你要離開啦。佢朝早咧開10點至到晏晝2點，而下午咧就係5點至到晚上9點半，咁啊好矜貴咁可以俾你喺間包房入邊慢慢食。
其實佢呢個價錢係誇張㗎，大家睇到佢啲包房呢，你平時最低消費可能都要千幾2000蚊啦，喺其他嘅酒樓。咁同埋你6個人食飯，可能呢你嗌5、6碟餸啊，已經係過千㗎啦。但喺呢度你每位299咁樣呢，係任你食喎，好豪氣，食到成台任點咁樣都得。咁當然啦，唔可以浪費食物啦，同埋唔可以打包。咁都講下配菜有啲咩食啦，70幾款。我今日就點咗滷水拼盤啦、安格斯牛肉、蒜蓉粉絲蒸元貝啦、金不換煮黃花魚，有一啲金不換炒薄荷。而家畫面呢一個呢，就係潮汕生腌拼盤。再講啦，仲有啲普寧豆腐啊、沙律蝦球、豬雜煲、飄香魚片、燒汁冰川茄、高燒麻山藥、河南酥肉大燴菜、海蜇頭、花甲、菜脯煎蛋、涼瓜煎蛋啊、燒魚仔啊、墨魚餅啊、蝦餅、鹹骨春菜煲啊、一啲潮州魚飯啊、甜品啊、沙律啊，好多好多都講唔晒。咁大家留意返大眾點評最新嘅優惠啦，同埋佢當日商家去供應啦，因為每一日嘅新鮮食材呢，可能有一啲冇都唔定嘅。但係亦都唔使擔心，因為70幾款呢，一定有好多款都有。咁有畫面呢個炒薄殼呢，我係第一次食㗎，因為有時呢，去到潮汕鋪頭見到一碟都要40幾蚊呢，我見到咁細粒肉呢，我就唔捨得食，咁我今次就點咗啦。咁另外佢個份量呢，係睇返你人數而定，我今日其實係3位朋友過嚟㗎，咁佢呢一個份量呢，就係3人份量，咁佢睇返你人數將個份量變大變細啦。而且頭先我講嘅菜式呢，你哋係咪好多都聽唔明啊？唔緊要嘅，因為有管家專人為你服務，佢哋對嗰啲菜式咧係非常之了如指掌。佢唔只知個菜式名啊，佢仲知道個煮法添㗎。而且佢咧一路會匿埋咗喺個管家房入邊咧，俾你好高嘅私隱度。但係你需要佢嘅時候咧，佢就會即刻出嚟㗎啦。而長記金包堂之所以出名呢，亦都係佢嘅廚師啊，因為佢呢門店嘅廚師呢，都係啲大師傅、一啲老師傅嚟啦。而以前嚟呢度用餐呢，通常都係非富則貴嘅。咁佢而家呢出咗一啲299、399嘅餐呢，咁就可以俾我哋呢啲平民呢去滿足一下食鮑參翅肚嘅慾望啦。而且我覺得佢配潮汕菜呢係好地道啊，好貼地。咁大家記得啦，我建議你哋嚟之前呢係要預約咗先。咁預約方法呢係非常之簡單，打開你嘅大眾點評，入到去會見到有一個月享預訂嘅按鈕啦。入到去之後呢，你就揀返你需要嘅人數啦、日期、時間同埋坐大廳啊定係包房，非常之方便呢就可以預約到㗎喇。我哋今日介紹嘅餐廳叫做長記金包堂，位置喺福田嘅江夏站 D 出口。臨走之前訂閱埋我嘅 YouTube channel，拜拜。